创世紀第1章第1節，原起頭，上帝創造天甲地，地是空空混沌，深淵的面上黑暗。上帝的神運動佇水面。上帝講：要有光，就有光。上帝看光是好，上帝將光暗分開。上帝叫迄個光做日，叫暗做暝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頭一日。上帝講：這個水的中間，就有穹蒼，將水甲水分開。上帝就做穹蒼，來分開穹蒼下的水，甲穹蒼頂的水，就有安尼。上帝叫穹蒼做天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2日。上帝講：天下這個水，就聚集到一所在，大地就出現，就有安尼。第10節，上帝叫大地做地，叫聚集的水做海。上帝看伊是好。上帝講：地着發草以及結子的菜蔬，甲鳥類生果子的樹，迄內面有伊的籽佇地上，就有安尼。地就發草，甲鳥類結子的菜蔬，甲鳥類生果子的樹，內面有伊的籽。上帝看伊是好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3日。上帝講：天年的穹蒼，就有發光的體，來分別日暝，也通做條頭、四季、日、年，也互因做光體佇天的穹蒼，照光佇地上，就有安尼。上帝就做大的光體2個，大的光體來管日時，小的光體來管暝時，也做星辰。上帝下因佇天年的穹蒼，互因照光佇地年，也要管有日暝，分別光暗。上帝看伊是好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4日。第20節，上帝講：水着生炭濟濟有活命的動物，鳥飛佇地的頂面，天年的穹蒼。上帝就創造海裡的大魚，以及水所生濟濟有活命的動物，各照伊的類，閣創造各樣的飛鳥，照伊的類。上帝看伊是好，上帝賜福因，講：着生炭加添真多，充滿佇海裡的水，也互鳥食生炭濟濟佇地裡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5日。上帝講：地着生有活命的動物，照伊的類，精生通拖，地上的走獸，照伊的類，就有安尼。上帝就做地上的走獸，照伊的類，精生，照伊的類，地上一切的通拖，照伊的類。上帝看伊是好。上帝講：咱着做人親像咱的像，照咱的款，互因管理海裡的魚，天裡的鳥，甲精生，甲全地，以及地上得掃的通拖。上帝就創造人親像伊家己的像，照上帝的像創造伊，創造因男的、女的。上帝賜福因。上帝閣對因講：着生炭真多，充滿佇地上，來較贏伊。也着治理海裡的魚，天裡的鳥，甲地上一切所振動的活物。上帝講：我有互恁變地上一切結子的菜蔬，閣一切的樹，其中有結子的樹的果子，攏互恁做食物。第30節，論到地上一切的走獸，天中一切的鳥，甲地上一切會振動有活命的物，我將一切青草互因做食物，就有安尼。上帝看伊一切所做的，看啊，真好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6日。